阿權妹啦，耶穌嗰位要好睇冇啊！耶穌嗰位啊係日本廟余朝創嘅嗰位哦，係日擺台灣客家3日博覽會嘅主題曲。原本日阿權妹來到日愛帶大家來看動島展覽，不過阿權妹又要做功課哦，要動到精彩好看嘅展期。輕鬆有嘅係還有嘅青好色嘅客家名聲啦，來，聽下姐姐來去看啊！到咧，小黑下邊哦，哇，安子姐。哇，大家看，聽說愛拿呀蔬菜咯，因為日本啊就做得到地位行跳跳哦，家家聽阿權妹來去看看啊！哇，各位觀眾朋友，你看下蔬菜地圖啊，真係有動到精彩嘅內容哦，像乜嘅土地嘅故事、客家美麗、客家食堂、金色博客，還有呀。哇，東埔里客故事主題館，還個有客家金曲，還個有 DIY 嘅體驗誒！哇，有冇咁豐富啊？阿權妹一下就得唔得到上去體驗看看啊！強強聽聽阿權妹嗌強下來去。獎狀係今年台灣客家3日博覽會嘅主題，用土地來做延伸，發掘出客家文化、飲食、3日，還個藝術文學，包含了食衣住行娛樂很多方面。客家獎項嘅呈現係透過亞老客家粵語鬥起來嘅遊戲，本民眾做得對遊戲對象來學習客家粵語同獎項嘅飲食文化哦。哦，原來係下法連盤、下字連順，嘿，成功了！客家傳統嘅穀倉要按到固定本，早期係用來編穀嘅，無為韓國番薯也得。本體係用竹篾嚟編呢，攞背這個用石灰、奶、龍紅一啲東西攞起來焗上去，但係用竹嘅加工，要通風又唔會濕。也得話都係老祖公嘅智慧哦，韓國都係現代科技靈感嘅來源咯。展期還有動島展示品，像係兩國水茶、韓國客家煲湯、木雕工藝、煙草草結、東埔里客故事主題館，韓國有山拿比肩等多嘅展示。阿權妹啊，就天天呢行了了誒，翕到正嘅相片做網美本大家來看咯。特別啊，係台田體驗區，上晝誒客家人啊，單都係講中意，唔但係山拿梯，也係平梯，其實好慢呢，就看得到誒客家人老祖公嘅智慧哦。好，今日嘅阿權妹我會講安當咯，因為啊有咁多好食嘅東西，就係對呀奶豆都種出來嘅哦。哦，咁我後來水就會流出來嘅啦，唔過。我先吞下去，安尼啊，先做勢，等下咱們搵人工坊嘅食按到東西啦。老師，做乜嘅台灣客家人啊，愛開下台田啊？因為客家人喺度山鄉，所以山鄉平地太少，所以要開發一台田，方便耕種，方便開發。哦，原來係安尼，故說也係一個節省土地嘅概念。係。哦，唔單止安尼，台田應該還有其他功能。哦，飲田幹嘛較方便，較省水，唔是按到水源。哇，真勁好，又省水又省土地。對。哦，更有效嘅利用誒啲資源。對。哦，故說唔單止安尼哦，到鴉片台田體驗期，大家還做得來體驗種菜哦。時常基本要準備乜嘅東西，我唔阿權妹愛種。準備好兩種，一個係芥菜，一個係椰椰，就做得了佢種下去。係。安尼種好冇？好。好，種下去安尼，種下去。好，故說除咗呀種呀芥菜同椰以外啊，看到鴉片有動到無扣用嘅植物，有哪條植物啦？
还有太风草、同马豆，哦，客家最有名的仙草。哇，还有仙草哎。对，当到种哦，也就全部客家人的农作。哇，古时候来鸦片，做得来看下台田以外啊，还做得来体验看下客家人种的安度嘛，咁无样嘅作物错嘛。对。古时候厝地安尼，大家来到呀台田体验皮，应该会学到嘛嘅东西在去呢。哦，学到以前港中人辛苦嘅一面，我还有看到，哎呀，植物要被太，要上香嘛，对，照顾人的土地，爱护人的土地哦，好吗？对。古时候我们现在赶快呵护它，然后给浇水，好不好？好。要浇多少？不要浇太多。没关系。哇，好可爱哦！看呀，条生意呢，吼，搞到通做安太无咸咸，真然係有按手機，也係冇按手機啦。哎呦，阿佢妹等下去搞呀 VR 世界，也要維持我的氣質美少女的形象哈。大家就聽到阿佢妹啊，講嘅來去體驗 VR 遊戲哦，來去。VR 遊戲全係用客話來發音，題材係台灣漫畫家一份甲嘅故事，主角是龍大戰惡魔黨，也下科技按進步，用一種實景遊戲來增加民眾對本土文創同客話嘅認識，真然係以後嘅方式咯。喂！哇！哪里？魔鬼黨戰到鬼神通以後，自派新隊長，並重新整頓攻防位置。艾風也隨即就戰鬥位置，雙方再次交鋒，一觸即發。好了，開始了。我死掉了！什么？哇！阿 Q 我应该吃到真嘅东球给东好高呢！我的气质美少女的形象，哎呀，已经唔见体了。不过冇相关，因为真嘅呀 VR 哦，真嘅很真实，我就看到动到妖魔鬼怪顶啊四面八方过来，我就会用呀剑老给触击，老给刺激，真嘅係东球嘅呢，东好高。弟弟，你觉得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。你以前有玩过 VR 吗？有。有，你有玩过？你玩过的是怎么样的？是哪一个？像哪一个？就是在游乐园玩的。游乐园的这种，那这种是不是跟你过去玩的不太一样？没错。那你刚刚看到什么东西？我看你刚刚挥得很大力，你是在挥什么？妖怪。妖怪。要斩妖。结果你玩到第几关呐？第3关。第3关？可是我只玩到第2关就阵亡了，你好厉害哦！那我们一起来学好玩的客家话好不好？好。叫做后告。后告。再一次后告。后告。哇，好棒哦！老師，今晡日鴉片啊，就做咧陪大家來體驗做呀 DIY 啊。今晡日愛做嘅 DIY 係乜嘅東西啊？你係扮椰樹哦，當扮椰樹哦。桂葉安頭黃金花。黃景是不是？黃景花。你剛剛講佢按到扮椰樹
书，怎么个叫做半叶书啊？要种称谓？头哥啊，农家啊，做办的，你当杯，帮我整容一整。哦，我说呀，头把呀半叶书嘅叶尾就喺整件，喺拿来整版的，贴版的。叶尾按开哦。哦，哇！我说今日就会教大家来做呀，半叶书嘅花。哦，不过听讲啊，呀半叶书嘅花，这个黄锦花，有家嘅意思，特别的意思哦。有。哦。因为人客家人係來自中原，就炎黄子孫嘛，炎黄子孫。啊，你底部是嘛？深紅的咖啡色，哦，懂粉就是火焰的顏色。啊，就是炎黃子孫的那個炎。對，加上了不，就是炎黃子孫的後代。哇，我說葉板葉樹唔單槍做得家嘅葉嘅做得拿來貼板嘅，還個家嘅發咩懂胸針嘅客家哦。哦，我說今日顧名思義，真的就是客家的 DIY。對，就麻煩老師來教阿 Q 妹來做一下。好啊。六版好了，哎呀，太厉害！哇，老師，唱呀就已經做好誒，怎麼？哦，阿 Q 妹很強哦，做到按講誒。係啊，不過老師，怎麼跟人家按講還有這個緞帶啊？哦，對呀，你還有一個相反，做假緞帶，做一隻胸針，哇，啊，做雙面哦，做電路以後哦。哦，古時候講到電路呢，這個老師。好啊，阿 Q 妹。好，咁啊，阿 Q 妹就帶到呀這個半葉書法的胸針來做電路，各位鄉親朋友，大家沒有準時收看《豐盛舞台》，冇聽錯呀，電路下禮拜就會送俾你哦。好，一下阿 Q 妹嘅親其他嘅事情，一下就會來去昂了。一下事情吧，是拍來是文農牆，一下一個綜合嘅事情吧。韓國也是拍嘅全台灣，有松百佳呀，一美來到鴉片來擺攤嘅，嗰時一下就聽你吃貨情來去昂幾了，來去。哇，呀東鄉呢？阿娟姐講呀，係乜嘅東西呀？老配板，韓國呀地都有糖呢。嘿，但是你行業真要做嘅老配板糖。哇，老配板糖，阿 Q 妹一下就來吃這款哪裡哦？哦，好什麼？好過，很香啊哈。韓國呀地板沒有個鹹菜呢。有啊，是老鹹菜，鹹到好好食。好好吃哦，超好吃的，謝謝阿娟姐。好，謝謝，拜拜。抹茶米，不错，这也不会有咖啡因就对了。哦，韩國人嘅擂茶有沒有按到啲條米啊？好多種哦。那是那個，小朋友專用這兩個都沒有茶葉。哦，還有山藥紅豆薏仁，我試啦。好食。好，啱嘅食。我嚟試試看你好喝，都好食。要冇茶葉哦，山藥的哈。沒有茶葉的。紅豆薏仁嘅擂茶。冇茶米嘅擂茶，古時候做地盤大家食到營養有空間哦，大家愛多多食下傳統客家人嘅東西擂茶，好食。好，也係阿 Q 妹愛情好食嘅東西來了，也係乜嘅？啊，冇錯，也就係啲菜包，韓國係熱做嘅菜包哦，當香當好食。做啲搶也條件用同嗌又收機一下，人家啲菜包係用嚟做嘅嘛。我们这个捏拌是用我们新鲜自己无毒种植的艾草做的。
对，你看这个深深的皮有没有？对，有没有暗墙啊？它才是新鲜，它就是天然的叶绿素。哇，鼓手聽到董後生呀，阿權妹藝就會留佢帶住電話就會聽聽你聲了，繼續嚟去昂斯西。你好，自然農法的梅子，2年無法醃制，2年梅子酵素做的，饭前吃開胃，飯後吃幫助消化。那如果吃到味精啊，讓你不舒服的東西，酵素都可以緩解。好好吃哦，謝謝你。而且它 Q Q 的耶。對，2年的哦，都靠時間做的。不是有按叫的時間，這樣有按後生在買的喲，呀就會懂很有想嘞。你們這些年輕人都很有心，回到家鄉，韓國天數不高，韓國做豆豆農產品不太高。哇，懂的印象哎，這個花布熊 ，Hello， 我係阿勇，大家好，今日同阿權妹來呀，台灣客家博覽會來了哦，歡迎大家咩做地來了哦，拜拜，真來了。哇，阿權妹今日來到呀台灣客家3樣博覽會啊，真係看得懂多東西，唔單止有客家人傳統的螺螄粉啊，韓國啊沒有體驗 DIY。輕鬆有嘅係，還有當精彩嘅表演。韓國輕鬆有嘅係，還有大嘅豆豆，嘿嘿，登陸在去啊！看來太保細保，真件係大豐收哦！鼓手歡迎大家有機會聽錯愛再個來入台灣客家3樣博覽會來了哦！等一下啦，我還有東西要先，我先再去啦。等一下啦，豐盛體派嘢阿權妹義務成功。